88岁在美花屏东林边海东道的蔬菜博本特，造成林边加东地区博太水。现时博虽然已经用太空包补好的，不过为到预防未来可能会来嘅风灾大雨，屏东县政府今每天别地林边乡云鹿村进行拆村演练。台风不会事先彩排，做对才能活着离开。 唔單止透過廣播內容，消防局建議說，嘛沿路放送測地嘅消息，居民聽到廣播，盡快來到適合地點，再坐車去到安置嘅所在。唔過，還有的位村民冇願意離開。但是我們是要讓他有不撤離的切結書。某些地方，如果我們發覺他們的2樓、3樓是安全的，那我們也可以建議說，他們就是以2樓、3樓為他的這個留守的地方。88歲在發生都見將權益爭議的，林邊鄉前後做嘅工作都見還冇完成，儲水器持續嘅儲出累積嘅污水，河北搶修進度加快，仍然疏散一再嘅演練，因為只有做足準備工作，讓做得監測比較，情況不妥。